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寒天九降风，一日落南，有一寡住伫北部的朋友，明明门是关的，顺风却一直降入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降读降第三条。台语字典解说降就是烫过意思，像讲降过、降烫过。另外，这个降嘛有健康的意思，像讲正健康，咱讲是降耳。另外，牛嘛会降偏。降嘛当讲是用拳头母猫落望的意思，像讲为胸坎甲降落去。另外，这个降嘛当算是用锁啊甲降起来物件的数量，像讲一降念珠、牛降、钱降。也有古早保身安符，嘛会讲是降，像讲妈祖降。这个文音读做冠，像讲一冠，咱就冠式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降耳，也就是正耳康；第二个词读做贯穿，意思就是小只，或者是形容真顺，像讲这出戏演甲真贯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规身躯穿插足色拍，耳啊有降耳挂大粒耳膏，算是贯穿伊规身躯的状态上界听目的所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降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冠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